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一件比悲伤搁较悲伤的消息。传统表演艺术念歌的保存者，89岁人间国宝杨秀卿老师过身了。杨老师的一生拢咧传承推广念歌的艺术，得过真侪奖，嘛教过真侪学生。当来，伊特殊的念歌声，将永远留伫大家心中。也就阮的点仔在，安那客官第13乡，应得村呐。1934年出世的艺术杨秀卿，走唱念歌生涯超过70担，留下真侪予人怀念的念歌声。若要念，就是这个落车望东海，你甲头听到尾，就会知。为1989年到2021年之间，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团奖、文化总会颁终身成就奖、国家文艺奖、说唱艺术保存者俗称人间国宝，以及行政院文化奖。伊讲较早早唱是为着生活，后来是为着传承。宣扬我这个下代了解，这是咱祖先所流传落来台湾文化。这位人间国宝伫今日透早过身，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哀悼，并且为了肯定杨秀卿一生为念歌艺术的奉献，同时感念伊为了传承艺术的精神，将听请总统颁布用令，各为杨秀卿在天之灵。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